你这一连侍寝3日，我们还以为皇上多宠爱你呢，没想到就封了个品阶最小的答应。皇上，你别过来！丫头，要是没前2个晚上你对朕的算计，那朕也就饶了你。可是你背信弃义在先，你可别怪朕对你不客气了。等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算计你了？是不是龙三跟你说的？这个死龙三，什么都跟你说了，我再也不理他了。你就别埋怨龙三了，要不是他的话，朕岂能容你这么胡闹？干嘛呀？你还想跟朕比试武功啊？行啊，那朕就陪你比试比试，而且朕答应，绝对不叫外面的侍卫帮忙。等一下，皇上，您知道为什么臣女不愿意侍奉您吗？你跟朕说，易得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，难道你有心上人了？没错，我已经有心上人了，而且这个人皇上也认识，他是龙三。龙三？他不是你小弟吗？话虽然这么说啊，但是男女有别嘛，我怎么可能心里真的把他当我兄弟呢？而且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他了。皇上，如果您要硬抢的话，那我只好为了龙三守节一死了。你肯为他去死啊？没错，皇上，龙三可是您的心腹啊，这古来圣明的皇帝都不可能抢夺自己手下的女人的，而且还会有意成全呢。再说了，您后宫佳丽3000，何必为了我这一个小小的秀女而伤了龙三的心呢？那你怎么知道龙三也喜欢你啊？我虽然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喜不喜欢我，但是我敢肯定的是，我在他心里一定占了很重要的位置。老大，老大，你干嘛不理我呀？为什么要理你啊？我们明明说好了，不许把我们之间的秘密告诉那个色狼小皇帝，你为什么要告诉他呀？老大，我冤枉啊！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你以为你前天晚上用丝巾迷晕皇上，皇上他没有起疑心吗？你昨晚上要是故技重施的话，皇上发现了，你这小命就难保了。所以啊，我才去找李公公，让他把你的丝巾给收了去，还在皇上面前替你百般求情。没想到你反过来还怨我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你说的真的假的呀？那当然是真的，我们俩是拜把子兄弟，我会骗你吗？昨晚又喝酒了？没有，嗨，我哪能天天不务正业的喝酒赌博呀？我是啊，昨天晚上一个人在房里边高兴，自己喝酒呢。呀，发生什么喜事了？说来听听。昨晚你回了储秀宫以后，皇上把我给召了过去，把你跟他说的话都跟我说了。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他了。皇上，如果您要硬抢的话，那我只好为了龙三守节一死了。所以，老大，你跟皇上说的都是真的，对吧？我是怕皇上假戏真做，所以我才骗了他。龙小弟，你千万别误会啊！你只是骗皇上？是啊，你想，如果我不把你拿出来当挡箭牌，那皇上肯定会吃了我呀。那你对我？我对你，我们当然是好兄弟了。你是我小弟，我是你老大嘛。怎么了？你生气了？不是生气，也许你就是情窦未开，说了你也不懂，或者是你根本就是在装傻，所以不论我怎么说，你都会装作不懂。
我们两个不是一直挺好的吗？我们俩是兄弟，这样相处，不是也一直挺好的吗？那是以前，那是我还以为你是个男人的时候。可你现在呢，就是一个明艳动人、活泼可爱的女子，我怎么把你当成同性兄弟看待啊？龙小弟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其实从小就许配给人家了。所以你很爱那个人是吗？为了他，你连皇上的临幸也不要，对我更是不屑一顾。也不是啦，我们两个从小就定下来的亲事，我跟他从小青梅竹马，他呢对我特别好，我也挺喜欢他的。但是我不知道我对他的喜欢，是不是你们说的那种男女之情？我看得出来，你现在说的是真的。那是不是不论如何，不管你待他的情感怎么样，你最终都会嫁给他？我的未婚夫曾经很富有，很有权势，但是后来他们家衰落了，他一心想着要成家立业，先成家再成亲，所以我得一直等着他，我不能嫁给别人。好吧，我明白了。但是皇上信以为真了，他跟我说了，为了照顾我的感受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不会再找你侍寝了。真的？哎呦，龙小弟太好了，多亏了有龙小弟，要不然都没有人在这宫里罩着我。所以在你心里，对我这个龙小弟的印象，至少比皇上好了很多，是吗？那当然了，咱们两个属于一见如故。这要是皇上跟我拜把子呀，我才不跟他拜呢。皇上怎么可能跟你拜把子？皇上他是一国之君，不可能跟你拜把子的，更不会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也是，其实皇上挺可怜的。你说皇上可怜？对啊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说。他是皇上，一国之君，可是呢，没有人会把他当成真心的朋友的，也没有一个女孩会真心的喜欢他。但是你不一样啊，你虽然不是皇上，可是你身边一定会有很多真心的朋友，也会有很多女孩真心喜欢你的。也许是吧。倩倩姑娘，要不还是我和你哥哥骑马，你坐我的马车吧。哦，吴公子，还是我骑马，你坐车吧。这是什么话呀？哪有让女孩辛苦骑马，而我坐马车的道理呢？妹妹，吴公子的一番好意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请，来，我扶你。宣皇上口谕，封秀女易欢姑娘为答应，入住永和宫。谢皇上恩典。都起来吧。哟，易欢，你这一连侍寝3日，我们还以为皇上多宠爱你呢，没想到就封了个品阶最小的答应。答应就答应吧，反正对我来说都一样。易欢姑娘，您也不必失意。皇上自亲政以来，还从未一连3日召同一人侍寝，这足见皇上对易欢姑娘还是与众不同。虽然只是暂时封了个答应，想必是易欢姑娘有什么地方惹皇上不高兴了。皇上只是稍稍惩戒一下，只要易欢姑娘能够吸取教训，想必皇上还会有恩旨的。谁要讨好那个色狼皇帝了？我才不在乎什么品阶呢。永和宫是雪姐姐的住处，小皇帝阴差阳错的把我安排在了永和宫，
比让我当皇后独居中宫都好。易欢姑娘，永和宫的住处已经收拾妥当了，随奴才前去吧。有劳李公公。真想不到，皇上正巧把你安排在永和宫，这下咱们姐妹俩可以日夜相伴，互相照应了。就是啊，我本来特别讨厌那个小皇帝，结果他这么安排吧，我现在都不讨厌他了。又开始任性了。六师傅，反正现在人都出去了，你赶紧做吧，哪有徒弟坐着，师傅站着的道理啊？欢儿，这是在紫禁城里，不是在咱们明珠谷，这里可没有什么师傅徒儿，这里啊，只有这厉贵人、欢答应和雪嬷嬷。只要记着这一点，你的言行才不会露出破绽。记住，要尽快适应这宫中的生活，谨言慎行，一切以完成任务为重。徒儿记住了。看你还在自称是徒儿，这要是被宫外人看见，宫里人知道了，你会惹出大麻烦的。哎呀，嬷嬷放心，欢答应啊，只是还没有适应她的新身份，我会慢慢教导她的。谢谢厉贵人啦。哎，说真格的，这清宫规矩要正3品以上才有资格做一宫之主，入住正殿。眼下我还只是个正7品的贵人，所以只能住嫔殿。不过啊，好在这个永和宫就只有我一个小主，省去了和其他嫔妃混住的许多麻烦。这也算是皇上对你我的优待了。不过徐姐姐，都说伴君如伴虎，你在宫里陪着皇上，是不是特别辛苦啊？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，再辛苦也不值一提。李太医，快拿上你的药箱，随我去永和宫。厉贵人刚刚在御花园遇刺了。什么？还好没有伤及要害，他的伤我已经处理过了，只是因为失血过多，暂时还昏迷不醒。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大胆，居然敢在御花园行刺后宫嫔妃？今夜，皇上召见厉贵人去御书房下棋，下至半夜才让他回来。厉贵人在回永和宫的路上，看见月色明亮，一时兴起就去了御花园赏月。不料，师傅，我已经找机会把东西12宫都搜遍了，没有发现铜匣。这皇宫这么大，咱们这么找，等于是大海捞针。最好能够想办法弄到皇宫中宝库的储藏名册，查到铜匣放在什么地方，或者是赐给了什么人。我正想尽快结交大内总管李德福呢。等一下，好像有人在跟踪咱们。好像是2个男人，而且他们的呼吸很重，应该武功不高，但是他们的行踪诡异，只怕不怀好意。当时为了不暴露身份，我们既不能施展轻功，也不能反抗，而只能借着巧劲避开要害部位。但他们的目标似乎只针对厉贵人。我装作凑巧滑倒，把其中一个人推进了池塘，另一个人还想继续行凶。幸亏有巡夜的侍卫听到呼救声赶了过来。有刺客！快！救命！别跑！救命啊！刺客往那边跑了！往那边跑了！抓刺客！在那边！站住！别跑！究竟是什么人？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？没有，但是想要擒住这个人不难，可惜我们不可以暴露我们自己的武功啊！会不会有人识破了倾城的身份？不可能，如果识破了身份，他们不应该暗杀我们，他们直接揭发我们就好了。这2个蒙面人能够逃过宫里的搜索，应该就是这宫里的人，
而且还一定有地位。今夜的行刺，一定是受人指使。能在这宫里买凶杀人的人并不多。鳌拜，可是鳌拜有什么理由要对倾城下手？等等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觉得，其中有一个蒙面人的身形和眼睛甚是熟悉，有点像李公公。李公公，这样就没错了。李公公就是鳌拜埋在康熙身边的奸细，多半是鳌拜觉得倾城挡了奕欢的道，所以才让李公公暗杀厉贵人。等我明天去见见鳌拜，探探情况。大师兄，倾城，你醒了。大师兄，估计还没有醒呢，他只是在说梦话。六师傅，让倾城撤离紫禁城吧，我们换一种方式寻找童霞。不行，倾城入宫以来，他已经成功的得到皇上的宠爱，他现在又很用心的结交内奸，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拿到皇宫宝库的储物名册，查到童霞的下落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怎么可能功亏一篑？可是让他一个人留在紫禁城里，委身侍敌，实在太危险了，也太委屈他了。个人承受的委屈和痛苦，比起国破家亡来说，根本就不值得一提。太子，如果你执意优柔寡断，儿女情长，岂不是让整个联盟的数万义士寒心吗？厉贵人的伤势已经处理好了，李太医辛苦了。那微臣先告退了，回头微臣再煎一副治伤的药来。李太医慢走。李太医，欢大爷。李太医，我随你去太医院给厉贵人取药吧。有劳欢大爷。朱哥哥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才听见雪姐姐在昏迷中喊了你的名字。这应该只是凑巧吧。人在虚弱的时候，总是很容易想起自己的亲人来。可他最亲的人是六师傅啊，但他喊的是你的名字。朱哥哥，你不会迟钝到连雪姐姐的心思都不知道吧？欢梅，别开玩笑了。我没有开玩笑。以前在明珠谷的时候，我跟雪姐姐也同枕共眠过。我不只听过她一次喊你的名字。你知道吗？雪姐姐喜欢你是悄悄的，不敢表露出来的。欢梅，有些事情，就算我们心里明白，也不要说破，因为除了带给大家尴尬，扰乱大家的心神，没有任何的作用。你只要明白，在我朱慈轩的心里，只有你李易欢一个人，其他人对我来说，都只是朋友，还有亲人。听你这样说，我更加为雪姐姐难过了。那种暗恋的绝望感，雪姐姐一定很痛苦。你不要再说了。咱们这群明珠谷长大的孩子，尤其是我，在没有完成明珠谷的大业之前，不要说是幸福，连痛苦的资格都没有。
倩影姑娘，我送给你的衣服，可还合你心意？都很好，不仅质地好，做工也很精致，也很合身，有劳公子费心了。那你为何不穿呢？这旅途之中风尘仆仆的，我舍不得。倩影姑娘，擦擦汗吧。停！二公子，什么吩咐？找一个幽静之地，让我们避避暑。等热浪过去之后，我们再走。卑职遵命。撤！撤！我快输了。倩影姑娘不仅武艺高强，连棋也下得这么好。我虽出身寒门，可在乡邻里有很多隐居的奇人异士，他们都很热心，经常会教我们。所以，无论是琴棋书画，还是武功技艺，我们都略会一些。原来如此。在这改朝换代之际，总有一些不肯食新君俸禄的前朝高人，宁可隐居山林，传道授业。这样既可以独善其身，又兼济天下，真是令人佩服。吴三桂虽然现在权倾天下，但谁不在背后骂他是卖主求荣的大汉奸？可是从吴应奇的话里，似乎能听得出来，他对他父亲也有些不满啊。公子，你这话要是被令尊平西王听到了，怕是有些不妥吧？的确，若是在我父王面前，我确实不敢如此放肆。可是，在姑娘面前，我却可以放下一切，畅所欲言。想不到姑娘也如此妙解音律。妾也是听到公子琴声优美，一时兴起，献丑了。这首《凤求凰》，我不知弹了多少遍，可从未有过今天这般尽兴。姑娘配合的箫声恰到好处，这首合奏真是痛快，痛快。
石将军，想不到二公子的琴弹得这么好。我家公子琴棋书画无所不精，只可惜他不会武功。不过有石将军这样的高手坐镇，想必他也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我家公子最喜欢弹的就是这首曲子。不过在下是个粗人，戎马一生，不懂音律。哎，叶少侠，你可知这个曲子是什么曲子？此曲名为《凤求凰》，乃司马相如所作。相传，他曾经以此曲得空向卓文君示爱，最终俘获了卓文君的芳心。是吗？没想到叶少侠自称猎户出身，竟然如此博学多闻。石将军说笑了，在下可算不上博学多闻，只不过临湘有一个私塾先生酷爱古琴，我有幸听他抚过此曲罢了。你们兄妹二人表现不错，这是这个月的大补丸，请大人放心，卑职兄妹一定会竭尽全力报效中堂大人。这个厉贵人伤势如何？他受了重伤，经卑职用心医治，才算保住了性命。不过他失血过多，尚需调养。其实，你不必这么费心地医治这个厉贵人。卑职不太明白，皇上一连3日宣奕欢进殿侍寝，最终也只封了他一个品质极小的答应。随后，皇上一连几日宣厉贵人作陪，用不了多久，这个厉贵人便会再次升迁。像这样一块绊脚石，留着他有何用啊？大人的意思是，厉贵人舒婉心，是山西总兵舒建的独生女儿。这个舒建是索尼一手提拔的亲信，这个索尼素来和老夫不和。好在几年以后，索尼病老而死，但是他那一派的势力，仍是老夫在这宫中一大阻碍。所以老夫认为，说什么也不能让舒建的女儿受宠。那这次厉贵人遇刺，自然是老夫安排的。这2个宫中的内线，武功虽然不高，但是对付一个弱女子，应该是绰绰有余。结果还是失手了。听内线回报，说这个厉贵人表面上惊慌失措，其实却是成功的避开了要害，好像会武功。这个厉贵人出身于武将世家，会些简单的功夫，也未尝不可能。所以要找一个更好的办法，要不露痕迹的解决掉这块绊脚石。你是一个聪明人，用不着老夫再教你怎么做了吧？大人的意思是，要卑职借着治伤的时候下毒，万一被人发现了，卑职只怕性命不保啊！你尽管去做，有老夫在，自会保你周全的。卑职遵命。好多了。真是奇怪，厉贵人已经遇刺好几天了，可是这皇上只派人过来慰问过2次，自己却从来没有亲自过来看望他。这皇上不是很宠爱厉贵人的吗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宠又不是爱。皇上年少风流，后宫嫔妃众多，他不会把我真的放在心上的。就算康熙不是真的喜欢你，但鳌拜居然敢勾结内侍，行刺后宫的嫔妃，这对于他的君王权威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衅，所以康熙绝对不能容忍。他不来见你，一定还有别的原因。我虽然入宫不久，也没能见过康熙，但我能感觉到，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皇帝。大师兄，还是让小师妹尽快去找龙三吧，告诉龙三，鳌拜就是行刺我的幕后主使，试探一下康熙的反应。自从龙三知道
欢妹之前对康熙说的都是些谎话之后，龙三似乎就生气了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连欢妹给他发出的约会信号，他也都是置之不理。也许不是龙三置之不理，而是他正奉了康熙的命令，在忙着调查我御赐一案。我看，还是让小师妹主动去联系他吧。这是挑起康熙和鳌拜争斗的绝好机会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好，我听龙三说过，他经常在御书房当差，我让欢妹去试试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他。